血夜真魂曲第26章新生的烈焰。昏暗的電腦房內，艾斯特的呼吸逐漸平穩，但他的眼神依然帶着一絲難以平復的震盪。烽煙之光的真相如巨石壓在他的心頭，卻也點燃了他內心深處的某種決心。他不再只是被動的載體，而是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真的是父母口中的希望，一種能夠終結吸血鬼威脅的存在。卡爾文站起身，拍了拍艾斯特的肩膀，低聲道：你需要休息，艾斯特。你的身體很虛弱，已經承受了太多。他的目光掃過他蒼白的臉龐和微微顫抖的手指，眼中閃過一絲擔憂。艾斯特搖了搖頭，聲音低沉而堅定：不，我不能停下。吸血鬼還在外面，吸血鬼的威脅還沒結束。如果我真的是烽煙之光的關鍵，我必須弄清楚自己的狀況。卡爾文嘆了口氣，說道：好吧，但至少讓我幫你補充點能量。你的力量幾乎耗盡，三種血清的融合可能正在改變你的身體結構。我們需要確認這一切是否穩定。他引領艾斯特到一間醫療室，從一旁的冷藏箱中取出幾袋由醫護人員捐贈的血液，遞給艾斯特。血液袋在燈光下泛着暗紅色的光澤，仿佛承載着某種沉重的命運。艾斯特接過血液，猶豫了片刻。他從未喜歡過這種吸血鬼的本能，但現在的他別無選擇，因為他的身體現在真的虛弱到接近臨界點。艾斯特用指甲輕輕撕開袋子，將血液緩緩飲下。冰冷的液體滑過喉嚨，帶來一陣刺痛的暖流，隨即化作一股洶湧的能量，湧入他的四肢百骸。他的左眼突然閃過一絲金光，隨即又迅速暗淡，但他的氣息明顯好轉，蒼白的臉頰恢復了一絲血色。卡爾文在一旁觀察，點了點頭，看起來血液正在幫助你的身體穩定下來。好吧，過來，躺到這台儀器上，我需要分析你的身體狀況。艾斯特順從地躺在醫療儀器的檢查床上，冰冷的鈦合金表面在他肌膚上激起一陣輕微的顫慄。檢查床周圍環繞住尖端的量子診斷模組，螢幕上閃爍着高解析度的生物數據流，顯示着他的心率、腦波頻譜和神經傳導速率。床邊的機械臂靈活轉動，搭載着奈米級掃描探頭，發出低頻的磁共振嗡鳴，精準地捕捉他體內每一分子的動態。空氣中彌漫着淡淡的臭氧氣味，那是高能離子淨化系統運作的痕跡，而上方懸浮的透明全息顯示器則投射出他身體的 3D 解剖模型，細膩呈現血管、骨骼與神經網絡的即時狀態。整個檢查艙仿佛一座微型宇宙，充斥着冷光與科技的低語，讓艾斯特感受到一種既陌生又無可逃避的精密掌控。掃描光束在他身上來回移動，發出低沉的嗡鳴聲。幾分鐘後，卡爾文凝視着螢幕，眉頭緊鎖，隨後露出一絲驚訝的神情。這太不可思議了，艾斯特！你的身體正在發生某種前所未見的奇特變化。艾斯特坐起身，急切地問：什麼變化？是壞的嗎？卡爾文搖搖頭，指着螢幕上的數據說：不是壞的，而是進化。根據數據，你的細胞結構正在重組 ，Alpha、Omega 和血焰的融合已經進入第二階段。之前你被血焰影響時的獸化狀態，
那種失控的野性，背部長出來的刺翼，已經完全消失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穩定的力量。你的吸血鬼能力，比如反應速度、肌肉力量和再生能力都顯著增強。簡單來說，你已經不再是普通的吸血鬼，而是一種全新的吸血鬼物種。艾斯特愣住了，腦海中回響着父母在視頻中的話，一種全新的終極劑藥，能夠終結吸血鬼的未來。他低聲呢喃，這就是他們想要的，把我變成對抗吸血鬼的終極武器。卡爾文點頭，語氣中帶着一絲敬畏。你的父母原本預期是製造一種毀滅吸血鬼的藥劑出來，可是如今卻極可能在無意中創造了一種超越他們預期的新物種。終焉之光的第二階段不僅穩定了你的吸血鬼基因，還增強了你體內其他細胞的活躍性。他們現在就像一個完美的生物工廠，能夠持續優化你的身體機能，甚至可能在未來進一步適應血清的融合。在某種意義來講，你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殺戮武器，是吸血鬼的剋星。艾斯特沉默了片刻，內心五味雜陳。他既為自己的新生感到一絲希望，又為父母的犧牲和自己的命運感到沉重。艾斯特握緊拳頭，眼中閃過一抹堅定。我會履行我的責任，為了我的父母，為了所有死去的人，也為了法蘭克。提到法蘭克，他的心猛地一緊。卡爾文似乎察覺到他的情緒變化，低聲道：去看看他吧。他還在醫療室，雖然昏迷，但情況穩定。星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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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醫療室內空氣中彌漫着消毒水和藥物的氣味。法蘭克躺在病床上，臉色蒼白如紙，胸口微微起伏，生命監護而發出規律的滴滴聲。艾斯特靜靜地矗立於床畔，凝視着他，淚水無聲地滑落，軟如斷線的珍珠，映着昏暗燈光，閃爍着碎裂的光芒。法蘭克。他低喚他的名字，聲音顫抖，仿佛一縷微風掠過枯葉，載滿無盡的哀傷與深深的自責。若我能再堅強一些，若我當時能緊緊守護你，你便不會淪落至此。他伸出顫抖的指尖，輕觸法蘭克脆弱的手，仿佛想從這微弱的碰觸中挽回一絲逝去的溫暖，尋覓那早已消散的誓言。回想起他們並肩作戰的日子，那些充滿希望與信任的時刻，如今卻只剩下無盡的遺憾。我不會讓你白白犧牲。艾斯特咬緊牙關，眼中燃起一團烈焰。他轉身離開醫療室，步伐堅定，仿佛每一步都在踩碎內心的迷惘與痛苦。第27章待續。